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欢迎咱继续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。伫这个单元是活命美娘的单元，咱继续要来分享主耶稣教训咱的祈祷，也就是祈祷文。咱先来读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。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，主耶稣讲：恁祈祷爱安尼讲。讲咱在地天灵的爸，愿人都尊你的名做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灵，亲像行伫天灵。阮日用的啉食，今仔日赐予阮，免阮的罪，若亲像阮免了人的罪，无互阮拄着试探，叫阮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拢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咱这礼拜要来分享第5句。也就是11节，则讲，阮日用的啉食，今仔日赐予阮。咱人有基本的生活需要，人讲民以食为天，三顿饱足，会当互咱成做咱生命的后盾。衣食住行，其实不过是一个民生问题，但是衣食若会通得到保障。也就是反映出，咱有一个正常的头路，有一个真正有保障的这个工作，也若呢就有固定的收入，有固定的收入，咱的饮食就无问题。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民生问题其实是小事，但是因为民生问题会产生真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咱这站咱看到讲，咱的社会经济愈来愈歹，这是全球性的吼，也就是讲世界各国拢拄到这个问题。足侪国家这个经济安尼泡沫化，就是讲好看无好食，中看不中用，所以侪人讲为着三顿要得到饱足，大丈夫嘛安尼折腰都爱安尼真正努力，真正打拼。细汉的时阵，我的阿公定来唱一首歌互阮听，讲透早就出门，天色渐渐光，受苦无人问，毋惊田水冷。这个好听的诗歌无一定会记哩啦但是你咧讲到过去的人天色渐渐光，就要出来工作。田水又搁冷又搁冰，冷冰冰，冷酸酸。但是为着三顿饱，为着全家人这个食米，为着全家人这个腹肚饱，所以都要认真的工作。咱感谢主耶稣基督的爱，这主耶稣教咱祈祷讲咱来定定安尼思想咱就用啉食，耶稣基督拢要赐予咱。今日赐予咱，就是互咱毋免烦恼。因为一日的难处，一日担当就有够咯。主耶稣传福音的时阵，捌安尼讲咱毋免忧虑，要食啥物，穿啥物，这拢是遐一寡毋捌耶稣、无信主遐的外邦外族的人所求的。咱信主的人咱毋免忧虑食啥物，穿啥物，因为日用的饮食，今仔日主拢赐予咱。主耶稣甚至安尼讲，咱看迄个野地的花，无为家己芳势，无为家己装饰。伊所治所穿的，赢过当时上界富裕的所罗门王，比伊更较荣华富贵，比伊更较水，更较美丽。天顶的飞鸟，讲也无种，也无收，天父就甲伊养饲。所以真正咱毋免忧虑，要食啥，要穿啥。一日的困难，一日担当就有够啦。但是当咱担当袂起的时阵，咱就想着讲，主耶稣要互咱恩典，要互咱平安，伊互咱福气，互咱信耶稣的人会通知足，互咱无烦无恼。所以伫咱信耶稣的这个经历中间，喜乐常常感觉着讲，咱足侪这兄弟姊妹，因为有主耶稣通倚靠，心内真正快乐。真正平安，咱也听到咱彩色人生的见证，侪兄弟姊妹
摕着麦克风，甲咱空中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来分享。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人的心灵，拢会当传达出主耶稣伫阮的家庭、伫阮的心内真美好的一个带领。所以，啉食的问题虽然是小事，但主耶稣嘛甲咱关心，互咱去比拼。咱难道无比一只飞鸟较简单吗？难道咱无比野地一蕊花、一枝草更较宝贵吗？嘛假使咱讲过、分享过，耶稣是咱天顶的老爸，老爸都疼囝，何况天父未更加疼咱呢？所以当咱有迄个工作的压力、经济的压力，咱有任何的困难，咱就思想讲，日用的饮食。主拢要甲咱看顾想事，也哪呢？有啥物难题呢？有啥物困难呢？所以主耶稣的话，互咱加做一个足大嘛足好的安慰。主安尼讲咱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安尼啊，咱所要点的伊就要互咱哦，咱所需要伊拢要赐互咱哦。先求神的国甲神的义是啥物呢？神的国就是神的灵临到的所在。一般人解说做天国。今仔咱侪兄弟姊妹伫真耶稣教会内底聚会，来领受到耶稣基督赏赐的圣灵。当圣灵临到，咱体会到圣灵的同在，毋那指头的跳动、讲字讲话。虽然咱听无迄个字音，迄叫做灵言是咧讲啥，其实对圣经来查考，迄个荣耀主耶稣、荣耀天顶神。咱无一定知影，但得到这个体验的人，总是心内感动，甚至流出感动的目屎。神的国临到，对心内庆出迄个快乐、平安、喜乐，那亲像江河的迄个泉源同款呢。所以信主的人讲要对伊心内庆出活水的江河，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哦。先求伊的义，耶稣神的义是啥物呢？就是神认为做对、做好的事。神认为啥物代志是对是好的呢？就是咱晓追求真神来甲敬拜，无为着三顿经济的问题，甚至咱心灵内底的难题，伫遐咧艰苦忧虑，自念这小可代志，念迄落去互网啊骹踢着的代志，伊就老早就甲咱应许，讲要咱平安。咱所有听众朋友听到许多你这个分享。恁应该会当听出来，我心内是平安是快乐的。赶紧就要甲耶稣的平安的福气来介绍互咱。今仔日咱所使用的饮食，耶稣讲拢要赐互咱，这是我尼啊甜蜜的应许，这是我尼啊甜蜜的一种平安。所以求主耶稣帮助咱，互咱所有听众朋友，拢毋免去烦恼咱日用的饮食，咱所有听众朋友。拢会通做伙来得主耶稣要互咱的喜乐平安，咱日用的饮食，今仔日赐互咱，要赐互咱大家。嘛咱所有听众朋友，会通甲喜乐同款，咱常常来背这个主耶稣教训咱的祈祷文，愿主耶稣赐咱平安。